本台啱啱收到嘅消息，前中共總書記、國家主席、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病逝，享年84歲。江澤民主政期間，中國經濟起飛，國力日漸強大。佢又確立3個代表嘅重要思想內涵。由廖許君回顧下江澤民嘅生平。1926年出世嘅江澤民係江蘇揚州人。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。江澤民喺上海交通大學畢業，先後出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、上海市長同上海市委書記。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喺1989年將江澤民調到中央，由13屆四中全會起，江澤民先後出任中共總書記、中央軍委主席同埋國家主席，以第3代領導核心身份帶領中國。喺佢主政10幾年間，正值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。1997年，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。1997年7月1日這一天，將作為值得人們永遠紀念的日子載入史冊。經歷了100年滄桑的香港回歸祖國，標誌着香港同胞從此成為祖國這塊土地上的真正主人。香港的發展從此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。江澤民主政期間，中國亦都成功申辦奧運同埋加入世貿等。2001年7月1號，中共中央喺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週年。總書記江澤民發表講話，展述3個代表嘅重要思想內涵。3個代表係指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嘅發展要求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嘅前進方向，同埋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嘅根本利益。江澤民2002年同2003年先後卸下國家主席同中共總書記職位，喺政壇依然活躍，繼續接見外賓。同志們辛苦啦！被視為獲得鄧小平欽點為第3代領導核心嘅江澤民，同鄧小平喺1990年退落嚟嘅時候一樣，繼續執掌政權。直到2005年，江澤民卸下中央軍委主席之後，已經較少公開露面，但係就仍然有出席重大場合。2009年建國60週年大閱兵，江澤民企喺觀禮台上。不過喺上個星期五，江澤民就冇出席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嘅慶祝大會。外界揣測佢嘅健康情況，而根據中央電視台嘅片段，江澤民對上一次露面係2009年11月出席科學家錢學森嘅追悼會。亞洲電視記者廖許君報道。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病逝，本台今晚9點半至到10點半會有特備節目，細談江澤民。